大家好，歡迎觀看耀榮工程公司系列視頻。現在先確定天花架構尺寸，水平儀定為切板開木料，固定受力支架，空調底腔完成，後續冷氣安裝。現在開始製作客廳窗簾盒，先打好水平線找平，固定支架，安裝面漆板，安裝底板，安裝石膏板，窗簾盒製作完成。